中国政府在东突厥3的种族灭绝已成为国际议程上的热门话题，而美国的盟友一再强调，需要在东突厥3拥有无限和无条件的调查权。彭博社5月31日报道称，与美国结盟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政府开始要求他们了解维吾尔人目前面临的政治压迫的真实情况，不是从中国媒体，而是来自现场研究。具体而言，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和新西兰总理阿登周一发表联合声明称，中国政府必须允许联合国和其他团体无条件地进入因人权问题引发关注的东突厥3地区。人权观察于2021年4月19日发表的一份关于维吾尔人的特别报告，强调了这个问题，称中国政府对外国调查组设置各种障碍，引发了关于这些障碍背后的各种问题。加拿大香港联盟5月31日向加拿大国会提出调查报告，检视中共在加国进行广泛绵密的统战工作，即收编野统和华裔及政商学术圈人士。加媒《环球邮报》报道，在向加拿大众议院加中关系委员会提交的一目了然北京在加拿大的不受控外国影响力网络报告中，加拿大香港联盟揭露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在加国如何透过社区媒体、所谓的公民组织与大学院校等单位的合作关系，以及代理人具掩护功能的组织等，结合胁迫与笼络，主导触角及广且深的统战、咨询战、影响力作战等活动。报道指出，中共所建立网络也骚扰加国华裔、维吾尔人及西藏人。报告也提到，中方透过与加拿大学术研究机构的合作关系为北京宣传以及取得智慧财产。新闻网的一篇文章强烈批评加拿大大学的立场，称大学接受中国资助的事实无疑与一个屠杀数百万维吾尔人的政权结盟。据报道，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去年发布的一份关于维吾尔人强迫劳动的报告中提到的14家主要日本公司中，另有3家已暂停与中国企业的贸易。至今为止，停止与中国开展业务的日本公司总数已达到6家。日本最大报纸《日本经济时报》5月21日报道，从东突厥3进口棉花的3家日本公司因存在侵犯人权行为，决定停止从东突厥3采购棉花。据信，与维吾尔人强迫劳动有关的这3家公司是美津浓、Word 和 Coles。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去年3月的一份报告列出了14家据信涉及强迫维吾尔人劳动的日本公司。日本维吾尔人协会对此采取了行动，向这些公司的所有者发出了2封信，并采取了一些新闻发布会。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星期二6月1日表示，江苏省发现一例人感染 H1N3 禽流感病例。卫健委还表示，经专家评估，这是一次偶发的禽到人的跨种属传播，发生大规模传播流行的风险极低。卫健委在官网通报说，感染 H1N3 禽流感的患者是一名现居江苏镇江的41岁男子。这名男子4月23日出现发热等症状，4月28日因病情加重被收入当地医疗机构救治。卫健委还表示，中国疾控中心于5月28日对江苏省送来的患者标本开展全基因组序列测定，结果为 H1N3 病毒阳性。马来西亚空军6月1日表示，16架中国军用运输机靠近马来西亚领空，并称这些军机在南海上空进行可疑活动，对其主权和飞行安全构成威胁。马来西亚空军表示，他们不得不在5月31日出动喷气机来进行目视确认。当时中方的飞机已经到了马来西亚婆罗洲沙捞越州海岸60海里的范围内。他们还声称，尽管向中方飞机发出了几次指示信息，但中方飞机没有与区域空中交通管制员联系。
鉴于航道上空的空中交通密度，这一事件对国家主权和飞行安全构成严重威胁。马来西亚空军在一份声明中说。